再来看今年4月，主计总处公布个人家庭财富分配调查的报告，指出讲咱国内中产阶级的财富求水也毋过哦，好野人煞愈好野。学者是认为，现在课税制度对中产阶级较无公平。典型社会贫富差距愈有愈大，高新产业亲像科技、制造、金融甲运输业，就薪水优势，佮去做资本利得投资，地方市甲股市钱练钱，按估计薪水服务业劳工拄着通膨加做，第一月底就开了，无剩的钱去理财，所以今日银行反映认为，中产阶级的消息甲产业发展同头轻有关系。看似平均薪资是呈现一个成长的，不过比较多数人是从事比较低薪的内需型服务产业情况下，多数劳工是对于薪资的一个这个平均值的成长是比较无感的，也导致这种所谓的中产阶级陷落消失的一个这个窘境。根据主计总处发布的个人家庭财富分配调查报告显示，上好业家庭甲其他订婚的家庭，资产内容差异上大，包含股票、基金、存款甲房地产。上好业家庭净业达到将近3000万，上产车家庭只有75万，差将近40倍。学者认为，即卖租税制度对中产阶级较不公平。我们对资本所得的优惠太多了，比如说我们对股利所得，对于最有钱的人，他只要课28%的所得税，可是如果说是一个受薪阶级的话，他赚同样的所得，他可能要课到40%的边际税率。报告当中也显示，上有钱顶级的财富占比差不多是6%，在财富中间水准的族群，财富占比差不多3%。学者指出，中产阶级大部分的组成拢是受薪阶级，也是主要贡献税收的族群。不过，租税制度的漏洞造成好野人愈好野现象，让中产阶级无法度向顶关闭，甚至面临消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